最常聽到嘅問題咧就係辛唔辛苦啊，人工高唔高啊，有冇前景㗎？好多迷思啦，大家可能都想知道。咁你最多收過幾多啊？我香港人要求個時間嗰個成本嘅問題，個個都要快。對比買機嘅話，佢哋買機又要去比較牌子啦，型號啦、格價啦，然後仲要約咩送貨、收舊機，仲要約埋安裝喎。所以咁多步驟其實根本係做唔到香港嗰種要快嘅需求。業主咧就最緊要慳翻嚿錢，咁佢哋寧願即係部機整得好1000蚊搞掂喎，咁就會走去幫你維修部洗衣機啦，而唔去買好新咯。以前好似阿爸阿媽個年代咁樣，啲電器邊似得而家嘅啫，可能係可以用到10年、8年，但係而家唔係噶嘛，而家可能2、3年已經壞咗啲嘢。Fixus 呢一度咧，嗰個起薪點係相對起嚟講係較高，有負擔嘅人嚟講咧，可能會容易啲去入行轉行咁樣。公司都用緊 AI 呢樣嘢啦，我哋反而咧係好強調一樣嘢就係 AI 點樣去幫到我哋去優勢化我哋嘅行業。師傅一個擔當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咧，就係完成個維修最後一里路。即係譬如你師傅有嘅憑經驗儲翻嚟嘅手感啦，對於獨特每一隻機器嘅認知啦，點樣喺一個好狹窄嘅位置完成嗰個維修，呢啲全部都係靠師傅經驗先可以完成到啱所講最後一步。我都想知啲 AI 幾時可以幫我哋搬部洗衣機出嚟。幫我哋搬個篋先啦，25 kg啊！